人生有好多目標咧，唔係好單一嘅做法就能夠解決，所以人咧特別驚，特別容易會猶豫，所以先會拖。咁除咗頭先嗰隻直線式嘅方法去幫自己定目標之外咧，就係一隻叫做雨傘式嘅定目標方法，即係咧你啲嘢有分支，例如你諗住結婚咁樣，咁結婚係最終目標啦。咁其實你向下諗，你可以分3-4條 line。第一條 line 就係講點樣儲錢啦，第二條 line 就係點樣同呢個伴侶可以走到去可以結婚嘅地步啦。第三就係要擺酒啊嗰啲問題啦。第四條 line 可能係啲乜嘢咁樣。咁你每條 line 咧，其實就可以用翻頭先嗰個直線式嘅情況繼續諗，或者再用散式嘅方法去諗。例如搞擺酒啊，你都要諗邊度擺啊，幾多錢啊，定係可以結婚啊咁樣。試下將佢 plot 成一個 graph 咁樣去睇，咁樣會容易啲俾你自己揀到一個你想要嘅路徑。咁今日講完咁多先，拜拜。